这在地新闻和国道6号东草屯交流道相接的联络道路永安路，有民众表示，讲这中央分隔岛草啊发甲平人搁较悬，而且拢无人去整理，甚至这草啊呢是发甲内线车道拢会炸掉的，无看到号志，安尼是真危险。南投县工务处表示，讲会赶紧派人去处理。 民众驶车为南投草屯要往国道6号东草屯交流道的方向，不过要上国道进前的联络道，这内线杂草发甲视线炸掉，看袂到对象，甚至这草啊都要甲车毁掉啊！和民众话讲真危险。不止影响了是我们这里的景观，还有安全部分更重要。修一修的话，干净，对于开车也会比较没有影响啊。 民众讲，这条趟东草屯交流道永安路，平常时啊车就真济啊，若假日时啊，这内外线是搁较敖塞车。不过这内线杂草久无修整，若影响内线车路赛车安全，甚至搁甲车红顶炸掉咧，影响视线。若中央的分隔岛，搁未少驾驶会头单笨手。我们会内部作业程序、行政作业前班完成，然后会再请厂商去现场做那个杂草路容的一个整理。 负责用户的县府工务处表示，已经到现场会勘，会赶紧完成行政程序了后，派人抠草、修剪树啊。若分隔岛顶悬的粪扫，嘛会车顶公所的清洁队赶紧来摒互清气，嘛会采购洗牌啊，提醒驾驶，若准黑白等粪扫，环保局会违反废清法来处分。记者林建生南投报道。